你有冇試過深夜坐喺梳化上面，屋企靜到得返你一個人嘅呼吸聲，突然間腦海裡面浮起一個人，係屋企人，係你最親嘅人，然後心裡面有樣嘢輕輕沉落去，唔係恨，唔係怨，係一種講唔出口嘅疲憊，係一種我愛你，但係我唔想再咁樣落去嘅感覺。好多人以為對親人越好，付出越多，黏得越緊，就係愛得越深。但係你有冇發現，身邊有啲人，佢哋對屋企人若即若離，唔大呼小叫，唔情緒勒索，唔日日打電話問長問短，但偏偏喺呢啲人活得最通透，笑得最衝動，連眼神都係清醒嘅。其中嘅佢哋被人話冷酷，屋企人話佢哋冷漠，唔重視家庭，心裡面冇人。但係真相你唔係佢哋唔愛，係佢哋用咗一種99%嘅人都唔敢用，唔識得用，甚至唔明點解要用嘅方式去愛。呢篇文字唔係教你點樣變得冷漠，係帶你睇清楚點解最通透嘅人，往往表面上最冷酷，而佢哋嘅背後藏住嘅係一種好多人同一輩子都學唔識嘅愛嘅方式。你有冇試過？越係想靠近一個人，對方越係退後，唔係佢唔在乎你，係因為你靠得太近，近到佢透唔到氣。呢個道理好多人聽過，但係真正明白嘅少之又少。尤其係親人之間，我哋所以以為屋企人就係應該要黏埋一齊嘅，唔打電話就係唔掛住，唔會韓問暖就係唔關心，唔逢年過節一齊食飯就係感情淡薄。但係真正通透嘅人明白一件事，佢黐唔係冷漠，而係尊重。佢哋唔係唔愛你，係佢哋唔再用愛去綁住你。莊子有一句話：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意思係話，兩條魚喺乾涸嘅水季裏面互相用口水滋潤對方，固然感人，但係呢種相依為命嘅方式，其實係建立喺困境之上嘅。如果河水重新漲起嚟，兩條魚各自游返大海先係真正嘅自在。呢句話嘅意思就係有啲時候，最深嘅情係讓對方有足夠嘅空間做自己。蔡瀾先生一生走遍世界，識人無數，但係佢一直有一種態度，就係唔強求任何人留喺身邊。佢嘅意思大致係情義係留唔住嘅，留得住嘅只係對方願意回來嘅心。所以佢對朋友對家人從來唔係寸步不賜，而係各自精彩。但心裏面始終有個位置俾對方。呢種衝動嘅方式係一種成熟，唔係冷漠。200年前嘅蘇東坡都明呢個道理，喺一生裏遭變質，顛沛流離。但係佢寫俾弟弟蘇轍嘅書信，字字深情，從無怨尤。佢知從來冇令佢哋兄弟之情變淡，反而每一封信都係因為思念而傷，因為珍惜而寫。原來有時候靠遠少少，反而令感情更加純粹。而家在香港，旺角有一個退休老婦，叫做阿德叔。兩個子女移民英國之後，鄰居都以為佢會日日坐喺門口等電話，但係阿德叔冇，佢開始學太極。逢日落之前落街同街坊飲杯茶，偶爾同老友去澳門走走。子女每個月打電話返嚟，佢聊得開心。聊完就放低，冇埋怨，冇長促，冇話你幾時返嚟。子女反而係因為咁，越來越想打電話返嚟，因為打電話俾阿德叔係享受，唔係負擔。佢哋唔係因為責任打電話，係因為真心掛住。就好似你去茶餐廳食飯，老闆娘永遠企喺你隔離問你夠唔夠，要唔要再嘅。你食得唔自在，但係佢笑笑口俾你，需要嘅時候招手就嚟，你反而食得最舒服，最想返嚟。人與人之間嘅商場係一樣嘅道理，空間係尊重，唔係疏遠。通透嘅人明白一件事，愛係一個空間，唔係一條鎖鏈。你握得太緊，對方只會想逃。你放鬆手，對方先至知道係自己選擇留喺你身邊。呢個選擇先係有重量嘅，唔係愛少咗，係愛得更有智慧。放鬆手才係真正嘅握緊。
但係講到呢度，一定有人會問，咁通透嘅人，佢哋係咪根本就唔需要人陪？係咪真係唔怕孤獨？答案可能比你諗嘅更複雜。你有冇試過為一個人付出到掏空自己，但係對方唔係感激，而係越來越想走？唔係對方唔識好歹，係因為你嘅愛重到佢哋透唔過氣。好多人以為為你好就係愛，為仔女犧牲自己嘅興趣係愛，日日打電話問之類食咗飯未係愛，要求伴侶事事會步行蹤係愛，為屋企人放棄自己嘅夢想係愛。但係通透嘅人知道，打着愛嘅旗號嘅佔有，先係關係裡面最深嘅毒。唔係你唔夠愛，係你嘅愛太重，重到對方透唔到氣。菜根譚有句話講得透徹，愛從反為仇，惡情反是舊。意思係話，愛得太濃，抓得太緊，反而會把對方推開。而嗰啲看似淡淡嘅情，卻往往能夠長久。用廣東話嘅理解，就係太上心。有時係你自己嘅執念，唔係對方需要嘅浪。蔡瀾先生嘅意思大致係，真正識愛人嘅人，係先愛惜自己，因為一個連自己都唔珍惜嘅人，佢付出嘅愛背後永遠帶住期待同索取。呢種帶住目的嘅付出，兩個人遲早都會喺入面受傷。陶淵明辭官貴人，家人唔明白，覺得佢放棄大好前途係傻。但係陶淵明從來唔強迫任何人接受自己嘅選擇。佢從谷飲酒寫詩，活得通透，而係因為佢夠通透。身邊嘅人雖然唔明，但係晚晚都感受到佢嘅自在，反而唔再勉強佢去做唔配合自己嘅嘢，唔控制先係最深嘅尊重。而家就喺香港深水埗有一個阿妹，做咗30年全職媽媽，為個仔犧牲晒自己嘅興趣同朋友圈。個仔大學畢業出嚟工作之後，阿妹每日打電話問佢食咗飯未，俾唔俾夠衫着，有冇識到女朋友。起初個仔唔好意思，最樣接電話，後來電話越嚟越難接，越接越短。阿妹唔明點解，我咁愛你，點解你唔想同我講嘢？但係個仔心入面明白，唔係唔愛啊嘛，係接電話嘅感覺係上堂，唔係會嘅。每一個問題背後都係一個期待，每一個期待背後都係一次評判會，慢慢變成咗一個隱形嘅考試。日日考你人落格，日日都喺度被提醒自己做得唔夠。就好似你返工，日日有個同事問你食咗飯未，瞓夠唔夠，今日點啊？起初你覺得窩心，但係日日咁，你開始想揀路行，唔想撞到佢。唔係佢唔好，係太多鬼，心變成眼力，眼力就變成佢黐關係嘅裂縫。往往唔係因為冷淡，而係因為過熱。通透嘅人明白，愛係一份禮物，唔係一條合約。禮物係你送出去之後，對方點處置係對方嘅自由。合約係你送出去之後，對方要還，要感恩，要按你嘅方式回應。用愛去還控制，係天底下最令人心寒嘅交易。因為兩個人都以為自己係受害者，但係兩個人其實都係受害者。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，放過自己。你唔單止係一個願望，更加係你對自己講嘅一句承諾。當你打低呢4個字，你就係喺決定唔再用愛嚟為難自己同身邊嘅人。但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咁通透嘅人，佢哋係咪根本就冇感情？係咪真係冇需要？答案係你想唔到嘅方向。你有冇見過一啲人，佢哋唔大聲，唔黏人，唔逢人就講自己嘅委屈，但係你喺佢哋身邊，會莫名其妙地感到安靜。唔係佢哋冷漠，係佢哋嘅內心有一個地方係悶嘅。好多人以為通透就係看破紅塵，就係冇感情，就係心死咗。但係真正嘅通透係情感上嘅知足，唔係空洞，係豐盛，係一個人學識咗喺孤獨裏面自己養活自己靈魂。佢哋唔係唔需要人，係佢哋唔再靠人嚟定義自己係完整定係殘缺。呢個分別睇落簡單，但係能夠做到嘅人少之又少。李白有句詩：古來聖賢皆寂寞，千古以來
真正通透嘅人，多多少少都揀咗與自己同行，唔係佢哋唔需要人，係佢哋喺與自己相處嘅過程入面，揾到咗一重別人俾唔到嘅平靜。識得同自己做朋友嘅人，先唔怕冇朋友。孤獨唔係懲罰，係修行學識咗同自己相處，你先有能力去同別人真正相處，而唔係靠黏住別人嚟逃避自己。蔡瀾先生年老之後，仍然每日有自己嘅節奏，食好嘢，寫文章，見舊友去菜市場揀食材，佢唔依賴任何人填滿自己嘅時間，佢嘅生活係自己砌出嚟嘅，每一格都係佢鍾意嘅嘢。正係因為咁，佢同人相處嗰陣係帶住豐盛去相處，唔係帶住空洞去索取。兩重人喺你身邊，感覺係完全唔同嘅。一重係俾你能量，一重係耗你能量。莊子妻子辭世，行有為之去弔唁，見到莊子坐住唱歌，魏懷震驚，話個冷酷無情。但係莊子解釋，佢唔係唔悲傷，係佢睇通咗生死嘅道理，明白妻子回歸自然係另一重圓滿外人眼中嘅冷酷，其實係一重通透到骨子裏嘅豁達。真正嘅放得低，唔係唔在乎，係在乎到一個更深嘅層次，深度已經超越咗普通人對悲傷嘅理解。而家就喺香港太古城有一個60歲嘅陳太，黐婚之後兩個子女以為佢會崩潰，輪流打電話監察佢嘅狀態，怕佢唔食嘢，怕佢唔瞓覺，怕佢一個人坐喺屋企喊。但係陳太冇崩潰，佢報咗個水彩班，每個星期三下晝去睇古城附近嘅咖啡廳，點一杯咖啡，坐2個鐘睇人。有時候畫畫，有時候淨係坐住望窗望。子女打電話嚟，佢聊得開心，但唔長，因為佢有自己嘅事要做。兩個仔女初初唔習慣，後來竟然係佢哋自己話：老媽，你比我哋更識生活。就好似一個杯，如果係滿嘅，你撳一陣佢都會溢出嚟；但係如果係空嘅，你就會不斷地想人嚟填你，填唔滿就怪人哋唔夠用心。通透嘅人明白，先把自己填滿，先有資格同人真正地相處。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善待自己。呢唔單止係一個心願，係你對自己嘅一個承諾。決定從今日起，不再只係為別人而活，先把自己活好。但係呢度有一個更深嘅道理，點解同樣係放得低，有啲人係放棄，有啲人係升華，分別就喺一件事上面。而呢件事比你想象中更難受。你有冇見過一個人，佢對屋企人仲係保持咗一段去黐，唔抵賴，唔憎男，問佢點啊，佢話幾好，然後轉移話題。唔係佢唔痛，係佢學識咗唔再期待。好多人以為通透嘅人係天生豁達，係性格使然，係想得開，但真相係每一個對親人變得克制嘅人，背後都有一段話講唔出口嘅往事。通透往往係被傷過之後，自己慢慢冇出嚟嘅盔甲。呢種佢黐唔係天生嘅，係一次一次試過靠近，一次一次受傷，最後學識咗用來保護自己嘅方式。蔡瀾先生曾經談及，年輕時為人際關係消耗過，為咗維繫一段關係委屈自己，討好對方，結果唔係得到珍惜，而係對方覺得你係理所當然。到中年，佢慢慢學識做一件事，唔係每一個人都值得你全力以赴，唔係因為冷漠，係因為見過，所以懂得選擇。見過嘅人通常唔係唔愛，係唔再隨便愛。蘇東坡被貶黃州之後，與昔日京城嘅大官顯貴漸漸疏離。表面上係環境所逼，但係真相係佢只令佢睇清楚邊啲人係真心，邊啲人係利益。反而喺貶謫之後，佢寫俾弟弟嘅信，寫俾舊友嘅詩，字字真情，再無虛假。相愛之後縮細咗嘅社交圈，裏面留低嘅都係真嘅。有時候一段困境係幫你篩走唔值得嘅人。而家就喺香港將軍澳有一個中年男人叫做阿輝，佢老豆係一個情緒化嘅人，年輕時細發脾氣，一唔順意就話人你咁大有咩用？
要阿輝報答，要阿輝聽話，要阿輝嘅人生按照佢畫好嘅路行。阿輝捱到出嚟讀書，工作成家立室，慢慢開始減少同老豆嘅聯絡。屋企人話佢冇人情味，話佢唔孝順，但係阿輝嘅太太知道，每一次老豆打電話嚟，阿輝接完放低個電話，細個人都係繃住嘅。有一晚，太太見到阿輝坐喺露台，眼眶嚟紅嘅。阿輝話唔係唔掛住佢，係每次近咗佢就會再傷我一次，唔係冷漠係自保，唔係唔可以喺愛嗰種方式令人傷痕累累。就好似你試過捧住個熱湯煲燙到縮手，下次你唔係唔想食湯，係你學識咗要用布托住先。通透嘅人對親人保持距離，唔係唔想靠近，係佢哋學識咗靠近需要一個保護自己嘅方式，只不過係因為之前冇受過保護。我哋世日為一個人兩個對家人冷淡，但係有冇諗過佢係一路咁熱情，一路被潑冷水，最後先變成而家咁。每一個對親人似訪嘅人都曾經係一個全程付出過嘅人，傷過之後仲願意留係因為愛，似乎係因為唔想再痛。呢兩樣嘢可以同時存在喺一個人身上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唔使答我，答自己就好。你生命入面有冇一段關係，你係因為傷過而選擇咗靠遠少少？如果有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我會睇每一個留言。明白通透嘅人點樣嘗過，只係第一步，更慢嘅係點解有啲人衰完之後變得冷漠封閉，但有啲人衰完之後反而愛得更溫柔更通透秘密，就喺呢個最後嘅道理裏面。你有冇試過有個人從來唔講我愛你，但係你生病嘅時候，佢係第一個出現嘅？唔係巧合，係因為佢一直喺睇住你，只係從來唔聲張。呢種愛係最難被看見嘅一重，因為佢唔吵唔鬧，唔強求唔計較，係喺你需要嘅時候剛剛好出現，喺你唔需要嘅時候靜靜退後，從不強加，從不打擾。通透嘅愛唔係轟烈，而係喺你需要嘅時候剛剛好出現，喺你唔需要嘅時候靜靜退路。呢種恰到好處係需要修煉嘅。論語有一句：仁者愛人。孔子所講嘅仁愛唔係強加於人，而係尊重對方嘅本來面目，讓對方活成佢自己最好嘅樣子。真正愛一個人係希望佢好，而唔係希望佢按照你想象嘅方式。好愛係一種服務，唔係一種控制。你愛嘅係那個人，唔係你對那個人嘅期待。蔡瀾先生同老友黃霑、爾康嘅情誼係最好嘅例子。呢個老友各有各嘅世界，各有各嘅生活，平時冇日日見，冇時時聯絡。但係黃霑埋年生病嗰陣，蔡瀾係去探望李爾康一家移民。臨走之前，呢個老友坐低食一頓飯，無聲散有聲，呢種情誼淡如水，但係關鍵時刻從不缺席。唔係因為冷漠，係因為對情誼有一種更成熟嘅理解。你唔需要時刻證明你在意，你嘅在意喺最重要嘅時刻體現出嚟嘅。陶淵明歸隱之後，窮論村村民嘅關係，反而係佢心入面最真誠嘅人際關係。冇咗利益計算，冇咗虛偽應酬，有嘅只係鄰居呢兩個字最素朴嘅意思，互相守望，但各有各嘅生活，冇目的嘅相處，反而係最有溫度嘅相處，係你真心在乎，但唔要求回報，所以對方感受到嘅係自由，唔係壓力。而家就喺香港，北角有一個陳婆婆個仔移民澳洲多年，逢年過節，佢從來唔強求個仔返港，只係問你哋好唔好，細路仔讀書點樣。個仔起初以為阿媽唔需要佢，後來有一次意外返港，見到阿媽書桌上嚟一個相架，入面係佢細個嘅相，旁邊係一張字，上面寫住個仔每次打電話講過嘅嘢，幾時升職，幾時搬新屋，細路幾時學識踩單車。佢從來唔話阿媽見得少，係因為阿媽每一句都記住，只係唔講出嚟。鄰居話陳婆婆睇得開，
陳婆婆只係笑笑口，佢開心就係我開心，我唔需要佢日日喺我身邊，我需要嘅係佢過得好，就好似個好嘅管家。你從來唔會發現佢喺度，係因為佢做得好，所以一切都係妥妥當當，感覺不到任何刻意。通透人對你嘅愛係靜默嘅，係背景式嘅，係喺你回頭嗰陣先發現佢原來一直都喺度。呢種愛最難被珍惜，因為太安靜，容易被誤解為冷漠。但係有一日，你會明白，世界上最深嘅愛，往往係最小聲音嘅那一重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帶住佢撕開呢篇文字，你身邊有冇一個人，你一直以為佢唔在乎你，但係細心諗返，其實佢從來都冇缺席過。通透唔係目標，係你喺生活裏面一次次選擇之後，自然長出嚟嘅樣子。蔡蘭斯西利意思大致係，人唔係一生下嚟就通透嘅，係吃過苦，玩過世界，愛過人，失去過，然後慢慢懂得人生冇咁多嘢值得較真。唔係話佢唔愛，係佢領會歲月磨練之後，變得更精準，更有分量。從莊子到蘇東坡，從蔡瀾先生到北角嘅陳婆婆，佢哋活喺唔同嘅時代，面對唔同嘅人生，但係有一件事係一樣嘅，佢哋都曾經傷過，都曾經緊握，都曾經想靠近，然後慢慢學識咗放鬆手，退後一步，反而睇到更清晰嘅風景。佢哋唔係天生通透，係選擇出嚟嘅，每一次選擇不計較，每一次選擇放手，每一次選擇唔強求累積落嚟，就係通透嘅模樣。通透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係你喺每一個可以計較嘅當下選擇唔計較，係喺每一個可以糾纏嘅時刻選擇放低。所以唔需要羨慕通透嘅人，亦唔需要誤解佢哋冷酷，佢哋只係比你早一步學識咗一件事。某一個人唔一定要讓對方感受到你時刻都喺度，但係當佢需要嘅時候，你係喺度嘅。呢篇文字講嘅唔係叫你變得冷漠，唔係叫你疏遠屋企人，唔係叫你唔再付出，係請你問問自己，你而家對親人嘅方式係令對方感受到溫暖，定係令對方感覺窒息？你係喺愛佢哋，定係喺用愛嚟控制佢哋？呢個問題唔使答我，夜深人靜嗰陣答自己就好。如果你而家想起咗某一個人，想起咗某一段關係，想做少少改變，唔使急，就由而家開始，從一從手。深夜茶餐廳，一個人，一杯奶茶夠晒，愛得重一啲，日子才過得長一啲。